天我們玩逃離媽媽怪獸，聽別人說是驗 COV 做的遊戲，讓我來看看這是什麼。哦，是傳奇蛋。然後我想看看這是什麼。哇，這裏有太多的人物了，我們先開始吧。這次我選第幾個呢？還是我選第一個吧？我怎麼沒進去？我要退出，現在退出了，重新選一個，還是我們選其他的？這次選第三個，這下進去了。快點，倒計時結束。這個我選哪個呢？還是我選簡單、中等難度，到下一次再來。Yes， 開始了。唉，我的遊戲怎麼卡了？是不是在正式開始？如果正式開始的話，就很快的。終於成功了。哇，有這麼多的金幣，我要檢查我媽來了沒。好的，既然我媽不在2樓，也不在院子的話，那我在院子裏下去。聽別人說要滿3個任務才能成功，那我去找一找有哪些任務。我要拿我自己的喇叭做個惡作劇給我媽。媽，你在哪裏？在1樓看看。如果你粉絲們找到了我媽，我就給我媽個惡作劇。好了，我媽發現我了。Wing， 給你個大喇叭。這下我媽沒有看見我了，可我要把3個任務都給完成。這是個任務嗎？原來是來拍死蚊子，是不是個任務呢？我要把所有的蚊子都吸乾掉，蚊子你們死定了。還真是個任務，那我完成其他的任務吧。我要再來看我媽在幹嘛。啊！我媽被發現我了，趕緊跑啊 ！Yes， 終於逃離了我媽。讓我看我媽在院子。媽，既然不在的話，那我們下去。哎呀，算啦，再到2樓吧。讓我在2樓看看有哪些任務。唉，這個鬧鐘是來幹嘛的？是不是也是個任務嗎？我試一下。哇哦，竟然這個也是個任務，那我們下面來幹嘛呢？哦，還是去1樓看看。下去了1樓了後，不知道我媽在哪。哎呦喂啊，差一點被我媽發現，還是到2樓。讓我再看一看2樓還有哪些任務。這個任務已經弄完了。唉，這拼圖也是任務嗎？那我試一試。哇，這個可以旋轉。哎呦喂啊，趕緊跑啊！啊，趕緊跑到院子。總算跑到院子，算啦，別玩這個拼圖了。這個拼圖反正也會費時間，還是拿垃圾倒進垃圾。哇，成功了！趕緊跑，趕緊跑，不要讓我媽追到。媽，你要追我，滿滿。我還沒玩，原因是我要玩中等難度。先玩個蹦床，休息會。好了，不玩了。我這次還要到第3個地方。讓我來看看，一會選哪個哦？想起來了，選中等。我們這次隊伍，你們分頭走。
這個好像是個任務誒，這個只是我不小心調到100倍速，帶到足球場看看，讓我來看看我能得到哪些任務。既然沒有的話，我先出去了啊！哇，有人完成了所有任務，在我玩中的難度都沒有什麼啊，怎麼感覺都沒有找到一個老師。OK， 老師在門口。Yes， 來到了白天，第二天，先看看老師在不在，再完成一下任務。優惠啊！老師就在我正前方，我對不起啊，我換了一些視頻。優惠啊！老師在我正前方，幸好沒有看見我。有人被綁架了。優惠啊！老師就在我的後面，完了，老師發現我了。不是老師是分身術嗎？我唯一都不知道是什麼意思，真是的，我還是喊人救我吧。這個女孩想救我嗎？哇，還真想救我，謝謝你。快跑啊！真是的，老師還給我們一個8米大尺。終於脫離了老師。哇這裏還有一個大喇叭，正好可以做個惡作劇給我們老師。老師，你正好來了，拿着這個吧。嘿嘿，正好老師沒有看見我，他正在聽音樂。我剛看到老師了。哎呦媽，嚇死我了！我以為是老師呢，結果是一個小女孩。既然老師不在的話，就趕緊就這個玩家。哎呦媽，差點老師看見我了。先完成這種任務吧。好了，這任務已完成。哎呦喂啊，差點老師看見我了。好了，老師又走了。既然老師走了的話，我就先走。算啦，這個任務留給你做吧，小女孩。哎呦喂啊，老師又發現我，是不是你又轉頭回來看着我？快跑啊！真是的，這敵人的眼睛這麼好嗎？不是，老師到底是分身術的嗎？怎麼有那麼多的老師？既然門打開了，可以逃了。Yes， 可以逃了。如果我不逃脫的話，我就直接 say goodbye 了。哎呦媽，這是什麼啊？真是的。哎呦喂啊，老師又看見我了，我也看見老師了。拜拜小澳門關屏幕。香港究竟有幾多區？